一心只爱你一个。学姐，你还没困哦？阿伯，什么代志？唔是我有代志啦，是我看你一个人戇心坐伫咧遐，我烦恼你有代志啊。无啦，无什么代志。学姐，人讲哦，麻食麻不熟，熟食不能麻。你爱规工油头甲面，讲你心肝内无代志吼，我看连三岁囡仔都唔相信哦。哎，哎咻，学姐，有当时有一寡代志吼，袂用一直藏在心肝内，安尼会着内伤呢。搁再讲，只要是你的代志，不管我是私事还是公事，我拢足有兴趣听啊。唔是因为我三八啦，嘛唔是因为我阿舅啊吼爱管兄仔事，只是咱共款拢是厝外人啊。无定有一天，我有足侪心事想要找人讲。到迄个时阵，我嘛相信讲学姐，你不管讲有兴趣啊无兴趣，拢会听我讲对无？对啊，多谢你。学姐，假如讲哦，你若甲我阿舅当作是你的好朋友，你就甲你情绪上的不满，也是痛苦，也是无爽快的话，甲我当作粪扫桶，你规个拢倒出来我听袂要紧。有可能我无法度替你解决问题，不过你只要甲心肝内的代志讲出来，安尼你比较较轻松啊，你讲对无？学姐，拜托的啦，你讲我听好无啦？你莫安尼啦，好无？李延书，学姐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啦？敢讲你这阵回去送回来是这张纸？哦，你哪甲恁大哥是有够可恶的啦，竟然安尼欺负你！学姐，这款代志你哪会用吞忍落去啦？其实吼，嘛袂使怪因。其实我嘛知因做唔甘我离开，不过这一切拢是环境造成的。那是什么代志啦？阿舅啊，你还阁做少年，这款代志来讲，你嘛袂当了解。好嘛，就算我无当人了解，不过我知影啊，只要你莫伫离婚书顶悬签名，那呢恁翁甲恁大哥就袂当逼你离婚啊。我无这面使，我若无这面，造成真侪人的麻烦。学姐，你袂咧签啦，你若签，你一定会后悔。我无别的选择。
长，休息啊。你是几号房啊？今仔是302，还是203？我袂记，你等下查者。先生，你叫啥名？我替你查一下。周秋德啦。是203啦。先生，你袂使偷车啦！慢慢来，我扶你去房间好啦。你小心哦。你啥？老朋友，你做什么？你啥人？他不比你还好。你徐大姐。你冲啥啊？年纪看起来足少年的呢。请你较尊重好无？你别客气，你冲啥？我唔歹意。你完怎无？你后摆不应该安尼哦，你就知死来讲。哎，春条，你哪是厝的？你若无去拄车啦？哈？你若是敢教我住伫个厝的，会插吧？我明早就去。嘿，这春条啊，你慢慢讲，我阿兄哪有这个意思啦？毋头啊吼，阿兄甲你讲遐话吼，有较超过，阿兄甲你回失礼啦吼，歹势啦。免啦，我想当袂起啦。惠弟，我也无想要去旅社上班啦。吼，若无你若感觉去旅社吼上班袂啥惯势，无咱莫去上班啦。你着踮厝的，家运好，照顾好细汉上要紧啦。若你母仔囝的生活吼，阿兄负责，阿兄做来赚。阿兄，我毋敢孝想啦。你家己赚的钱，连跋囝都无够，是要怎像母仔囝？我有靠手，家己人赚，毋免麻烦你。春条啊，你是安怎掠我近看哈？是啊，这几年来，实在是真多谢你。你是食唔着药啊哟！无代无志甲我说多谢，你是咧讲心酸的哟？我这个做阿兄的，实在有够了然的。有饭食到这多啊，到这还搁咧动榴莲，逐项都无，连剩着的一款屎屉，都甲毁了了。拄则外观遐大声长声喊我讲，因母仔囝的生活我会来甲负责。剩着讲了无唔对，像我这款也无半撇，无才调。我哪有法度通去饲母仔囝啦？你已经尽力了啦，无人会怪你。阿七啊，这几年来，我活得较早有比，三顿生活你拢款便便。厝税、花仔钱拢你咧担，我对你上袂得过吼，就是安互你去做酒家女，害你有厝无地当，害你哦下岗的亲戚朋友甲你请，这拢是我做查甫人的无路用。我凭良心讲，我真正真无爱。我嘛不爱互你去继续上班，逐工都要看查甫人的面相。阿雄，我大概拢怪你，
对咱的未来无怕无算。不过，才听到你讲遐话，我都心满意足。我出来了，我欢迎我这个查某囝回去。伫咧这个异乡的都市，只有你，才是我上亲的人。只有你，才是我最后的依靠。大条条的伤口，为着你，就算讲哦，叫我上班一世人，我嘛甘愿。是啊，是啊。学姐，你敢真正要甲李延书行转去？这个会调查，包括伊的旅行，相处就有道理。报告副署长，阮学姐来向你进行报道。副署长，阿梅，每一间病院有每一间病院的规矩，你也记得清楚。我希望你唔通甲较早的歹习惯带来遮。我知影啦，你知影上好。我相信你应该知影我这个人对做代志的要求。你会晓讲我是找工找芳，啊，毋过你也知影，我的要求会遮尔严格，一切拢是为着病院好。副署长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照咱病院的规矩好好做代志。你即摆去急诊室报道。好。等下，阿梅，你唔通叫是讲老医师对你好，你就有靠山。恁两个人以后若是互我掠到任何的问题，我一定袂放恁煞。是。阿梅啊，你莫叫是讲老医师吼对你好，你就有靠山啊！我甲你讲，你若甲我掠到任何问题吼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好，这老妖怪。较细声的啦。哇，你住伫内底哦，一句话都唔敢言，啊，即摆惊出来外口讲话遮大声啊！学姐，我是要嫁嫁给民主娘娘呢。哦，是讲学姐，护士长讲的话，你唔通放伫心肝内哦。袂啦，惊。好，你去你去。空嘴拢甲你处理好势。阿妹，麻烦你甲做一下写者。好。阿叫啊。老医师，什么代志？昨暗阿妹是毋是有甲你提起伊转去故乡的代志？讲到这吼，无讲无去，我愈讲愈怨气啊！是安怎是？我对阮学姐即摆转去，叫因大瓜逼离婚的，连你离婚书拢签啊！学姐实在是有够戆的啦！若毋是恁旅社内面有贼偷，我早伫身躯规万块现金，哪会无缘无故放去啊？少年的，你讲话较早点呢。阮英雄大旅社开10多年呢，从来唔捌有贼来的代志，啊？是毋是你存心要来侮辱阮英雄大旅社？头家，我也无讲是恁旅社的人大家偷摕去啊。这哪会算是侮辱啊？啊，无你想要安怎？报警处理啊。啊！报警！那你小心！先生，安尼你都唔对呢？你安尼讲足麻烦阮的呢。搁再讲哦，你是要他证明讲你身躯有几万块哈？对，阮水某讲了无唔对，凡说你存心要来害阮的哩。
你是全班无要承认啦？好啦，你若无要负责吼，我去找警察来。哈，你找警察？无啦，少年咧。我无爱做啊，我是甲你讲是啥？你不爱做？无啦，村长啊，你不爱做，我这店的，这要叫谁甲斗相共？歹势啊，头家娘，多谢你的照顾。不，少年，你若走哦，这条代志阮是要负责哦。老的，你甲看卖啊？村长伊咧母仔囝，你都无依无事啊？咱是讲可能讲伊安尼带一个囝吼，咱唔知讲叫来家己斗相共，伊要走就走啊！咱做内底做，可怎样做？实在也好心袂做影。有够现实的啦！这查某囡仔实在影。小夏，小夏，小弟，你是昨昏迄个内向吼？是安怎？你一看到我，就这样着急要走？我哪有啦？你讲啥我听无？你莫紧张啦，我袂对你安怎？我只是要问你一件代志。你莫问我啦，你10万块是谁偷摕，我唔知影啦。你是在笑啥？你哪里搁摕我要换人啊！小姐，原本我嘛无把握，我的钱是你摕去，也毋过拄则你家己无小心讲出来。即摆我有10分的把握，我的10万块就是你摕去。你哪有白讲好无？你有啥物证据讲你10万块是我摕的？好，我再问一下，是安怎你会知影我骗去的钱是10万块呢？迄是拄则我听着陆社头家讲的。你安尼讲毋对哦，我拢总骗去偌济钱，并无人知影。假使讲钱毋是你摕去的，那呢你是安怎会知影我骗去的钱是10万块呢？我若是迄个尔拄好啦，亏的钱毋是我摕的啦。小姐，这10万块的下落，我是一定要调查出来的。若是讲钱是你摕去的，有定呢我袂追究啊。假使讲你阁无要承认，那呢我只好报警。到时叫今日你会足歹看，而且带一个囡仔坐监会足艰苦的呢。我可劝你也是赶紧承认啊！若要到时吃亏的是你家己哦。我保证，只要你承认，我绝对袂追究。我讲话算，你讲。是我偷摕的。不过，请你一定要原谅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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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啦，你一定要原谅我。你是安怎会欠钱的？因为阿嫂不幸着来关心，我的大家佫甲我赶出来，这个囡仔佫是我偷抱出来。才会当占一个我的身躯边，我真是啥物拢无，啥物拢无啊啦！我去偷摕你的钱，我是为着囡仔的将来设想。你也莫看我读册，我受教育啊，我实在是唔知影要安怎，互伊过较好的日子。我唔是通讲去偷摕你的钱的。我实在是无法度啊啦！请你定相信我，我唔是挑故意，我唔是挑故意要偷摕你的钱啦！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好啦，那安尼迄10万块，你就留在你身躯边。袂用啊，袂用啊啦！钱我一定还予你。我是讲真实的，我并无其他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要带你斗相共。对，这是我的命。假使讲你有其他的困难，你用来找我。
阿母做梦拢想袂到，竟然会爬去做贼。你看阿母心里足计较。将你对灵感偷跑出来，阿母是要互你过一个有阿母疼、有阿母笑的日子。阿母讲现实。像你啊残忍，阿母无法度赚大钱，互你过好日子，连倒去做贼，互咱轻笑，互咱看袂起。春条啊，食饭啊吼！这么多钱啊！春条，你在搞哦？春条啊，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哪会伫咧哭？啊，遐个钱为倒位来啊？你莫一直哭啦！你唔着讲，遐个钱哦是为倒位来啊？春条，你去趁查某人的钱是无？唔是哦。唔是就好啦，我惊一个啦。不过，你还袂甲我讲呢？啊，这个钱哦，为倒位来的啦？钱是这个人的啦，是我对伊遐偷来。你讲什么啊？你千万唔通互我妈兄知影，伊会甲我拍死。春条啊，你是安那要偷摕别人的钱啦？我嘛是不知的，我一个查某人，搁带一个囡仔，搁无法度赚大钱，嘛无可能一世人拢我控阿兄。春条，毋过，迄人知影偷摕伊的钱，伊不但无甲我追究，搁讲迄钱要互我，讲是要帮助我的咧。有这款代志哦。迄束花嘛是伊送的。你送你这么多钱，搁啥物事？这个玫瑰花，春条啊，你爱细腻哦。照我的经验哦，这个查甫人哦，若是对查某人哦，遐尔啊大方，一定有企图的啦。这类玫瑰花哦，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哦。告诉你老妖怪，阿叫啊，我要出去甲老艺术见面吼，有重要公务要办，你爱记的，伊护病房迄位老先生真重要哦，你爱随时甲注意，有听到无？是。你干嘛创啥创啥哈？规工拢听你的吩咐，安尼我落来做使用人就好啊。无彩，我是好好毕业的呢，来这看你的歹名声吼，比你看一世人的册搁较济啦。老妖怪，老妖怪，老妖怪！学姐，你是要惊死的好了。阿叫啊，你是咧创啥？哪家己人徛遐坐念书念啥？学姐，你若看我一个面敢若贱安尼吼，就甲迄老妖怪有关系啦。是毋是护士长要叫做啥物代志？你咧问公员吼？哪有啦？只要是我工课来爱做的代志吼，我拢足欢喜做的啦。我唔甘愿是，伊对我讲话迄个口气甲态度，袂输我甲倒回欠伊几落万共款。啊，你知伊个性就好啊，你。有人笑受伤啥才还价，开始无够，变来
三个患者阿强，你来帮我斗相共一下好？哦，同学，哎呀，走去买菜啊！啊，我唔是甲你讲过，买菜工课就你拿手去做就好啊，你。你早顿啊？哦，多谢。哎，孙娘，啊你走去买花哦？哦，搁水哦。无啦，是我捡着。捡着，我哪有遐好讲的代志？嘛唔知搭一个小的，把火放在咱家门骹口，头差一点去打着。哎，咱两个这里咋啦？哦，迄贵33，让我来捡。来，你坐啦，我来捡啦。哦，这台我买真正好食。春潮啊，迄束花遮尔啊水，哪会化淡就淡啊？是哦，发生啥物代志？恁甲我讲。迄个玫瑰花，应该是迄个查甫人送。啊，毋过，伊哪会知我住伫咧遮？是毋是伫？若是安尼，是要安怎啦？你毋用烦恼啦，啊，花弟伊即马也无对你安怎啊？啊，毋过我感觉足恐怖的呢。上早迄时阵，就不应该收迄10万块。你放心啦，我来想办法，甲钱还互迄个查甫的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甲代志处理甲好势啊。无论如何，千万毋通互我阿兄知影这件代志。我知啦。阿姐啊，咱恁两个伫咧走喊凄凄楚楚讲啊故事讲啥啦？洗菜啦！来一个啦。好啦。老师，拄才有送3位车祸患者，即摆在急救，一个已经过身了，即摆2个搁咧急救咧。我随来。哦。老医师，迄电梯内底我有放一寡止痛药啊，我唔敢放伤济，因为我惊有副作用。刚才有你伫的，你处理得真好。老医师，你若坐伫生气啦，你紧看卖者。哦。阿强啊，我毋是一直甲你吩咐，一定要特别照顾迄位老先生，你是安怎入去去看都无甲看一下？哎呦，我煞袂记的啦。就因为拄则这足无用的，所以我无时间。啥物好说无时间啊？你敢知影？迄位老先生是老医师的亲阿姐，你敢知？你甲我过来。我毋是甲你吩咐过，迄位老先生一定要特别照顾。啊，结果安怎？你甲我的话当作是啥？护士长，是的啦，因为我拄则人手无够，所以我叫阿强去遐斗3工。我来甲伊讲话，无你的代志，你点点？护士长，阿强自拄则问到即马，伊连休困的时间都无，伊绝对毋是不爱听你的话啦。本来就是嘛，你看我规身躯包甲安尼，我对你的血甲后壁一直撞来撞去，一下共注止疼针，一下换迄个消毒水，我一人拆出10个人嘛无够用，我要留迄个时间人甲伊照顾迄位老先生。你讲甲应出应止哦？我哪甲你应出应止啊？我讲的是事实啊！咱
病院的护士本来就无够，临时出这款状况，小姐叫我去斗救人，我就斗救人，我哪有啥物唔对？你意思是讲，我这个护士长讲的话无准算，后门伊讲的话才有准算？迄是你讲的，我无安尼讲。好，你听我是要甲我作对？你今仔日两个人表现啊无大无小的，我一定互你带袂落去。护士长，咱做护士本来就是爱救人第一，救命第一嘛。讲甲真好听啦，救人救命。咱做护士的人，确实是爱救人救命。啊，毋过有时阵，咱明明若是知影一个人无法度通救的时阵，咱就爱认份，就爱认命啦。咱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减轻伊的痛苦。阿妹，你敢知影老医师伊阿姐迄位老先生，伊得的是啥物病？啥物病？是癌，是癌，你知无？是上尾期胃癌啊，即摆开刀就无法度啊，伊即摆随时拢会疼。恁两个嘛知影，迄款疼是我领艰苦的，我会叫阿强特别去甲照顾，都是希望伊莫阁艰苦啊。万一若是疼时阵，会用甲注射。因年岁遮尔大，我会叫阿强随时去甲照顾，就是要减轻伊的痛苦。我安尼做安尼甲吩咐讲有毋对？迄位老先生是老医师上亲的啦，伊的身躯若是有啥物病痛，老医师心肝内会有我艰苦，你知无？阿妹，老医师伊对你遐尔好，遐尔照顾你，万一伊阿姐若是有啥物不幸，你要安怎对伊会起？是的啦，我毋知，护士长也无甲我讲迄位老先生，但是老医生来讲，唔要紧啦，唔要紧。老医师，我毋知影这位病人就是你阿姐，而且伊阁着，总讲一句，是的啊，老医生。做细啊，我就失去爸母，是阮阿姐，伊手甲我切大汉的，伊就亲像我老爸共款。我甲伊遐尔亲，结果我煞我都救伊，甲来以后，目睭急急看伊倒伫咧车。这工厂哦，佫不哩遐大间呢。这个面是讲毋是应假的哦。入来。有一位陈小姐要找你。哦。你好，我是周秋德，请问你是？我是春潮的大嫂啦。春潮你知影吼？来，请坐，来，坐。坐。你我就直接讲啦吼。这内底吼是10万块啦。啊，你点无清楚，1仙5厘拢无减啦。我想吼，这件代志就到这为止，嘛请你手势抓悬，啊，就当作啥物代志拢毋捌发生过啦。陈小姐，我想你可能误会啊啦。这有啥物好误会？陈小姐，请用茶啦。多谢啦。来，先用茶啦。周先生啊，啊你有才调啦，啊遮尔少年哦，就做头家啦。啊虽然讲哦你是好业，啊毋过也免摕钱来甲阮送细啊，无毋对啦。啊阮是善家啦，啊毋过嘛袂为着这个钱哦来出卖家己啊。我无迄个意思啦。来讲啦，我是伫咧大酒店酒家上班的啦。亲像你这种查甫哦，身躯有几仙钱啊，都想要找查某美国秀的人哦，我看真济啊啦。邱先生啊，我甲你拜托一下，你若是想要耍来去酒家嘛，你若是毋知影所在，我会当替你介绍啊。
是一个足单纯的查某囡仔，你哦找唔着人啊！大小姐，稍等一下啦。小贤姊，大场店迄种所在你知影吼？知啊。兄弟啦，佚佗人我是熟悉一拖拉久啦。你若是无想要安尼就准煞，搁想要继续来威胁春潮哦，无要紧啦，我陪你到底啦。我保证哦，一定甲你、甲你这间公司哦，要甲家欠不离啦。唔信哦，大家来试看卖啦。大小姐，创啥创啥啦！歹势啦。大小姐，你敢免搁坐一下？我有淡薄话吼，想要对你讲啊。唔免，我徛伫遐遮就好啊。有啥物话啊？你伫遐讲就好啊。好啦，大小姐，其实最近哦，我去台北办代志，我拢住伫春潮吼上班迄间旅社啦。迄是因为我对伊足有好感的啦。你莫误会啦，我无向伊讨这笔钱吼，迄是因为后来我知影伊的遭遇甲困难啊，我是想讲尽我一点仔力量吼，来斗相共啊。迄是10万块呢，啊，毋是10块啊，这个数目敢会伤大？当然啦，还佫有一部分的原因哦，迄是因为我足介意伊啦。其实哦，嘛毋惊你知影，我注意春潮吼有一段时间啊啦，我感觉哦，伊毋但欠卡，佫足骨力的呢。我是想讲哦，假使讲伊袂气嫌哦，会用来我公司做会计啊。我知影伊有这个专长啊，我公司嘛有员工宿舍，还佫有啦，我叫恁请一个人哦来替伊顾囡仔。你讲的拢是真实的哦。当然啦，我会做人吼，到底是安怎吼？确定你要走进前，我外口遐一个员工，你用去探听一下。就这是啊。真是的呢，啊拄则啊无问好清楚，就对你安尼大声声，啊真歹势啦，是的啦。来啦，请坐啦，啉茶啦。好啦，来，坐。好加载啦。陈小姐，什么代志好加载？啊，本来我今仔日哦要带兄弟做伙来讲的啦，好加载恁无闲啦。歹势啦。不要紧。嫂，伊的话敢会信？我看伊的表情哦，是不哩啊辛苦啦。我要走进前哦，我真正问过几啊个员工呢，因对这个周老板哦，拢是学了甲会得志啦。而且哦，我感觉这个周老板，伊毋是参像迄款会讲花言巧语的人啦。啥物人会讲花言巧语？我嘛看袂出来。都参像你阿兄。嫂，照你安尼讲，你敢对伊的印象袂歹？比你阿兄搁较好啦。你若是无，让互我吼。甲你滚身上的啦。是讲春娘啊，因叫你哦去因公司做会计，你感觉安怎？讲实在的啦，我即摆对感情是完全无兴趣。我即摆敢若想讲吼，是要安怎刚刚我请往大汉，予伊受好的教育，过好的日子。嘛总共会晓找到一个待遇好、佫较稳定的工课，我会想去试看卖。是啦，听伫你的立场来看吼，会当伫咧遮尔大的公司做会计，佫较安怎比，嘛比伫咧女社做女中强啦。是讲春潮啊，你若是问我的意见哦，我是无愿意你去。我想你阿兄一定嘛甲我同款。嫂，虽然我过阮阿兄，甲我的钱拢拔了了，啊，毋过我心内真清楚，阮阿兄是上疼我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佫较应该爱靠我家己。若无安尼落去，阮母仔囝一定会甲你拖累着。哎哟，家己人讲这是要创啥啦？春潮啊，我做甲你讲，以后只要你有啥物需要，我做你讲一声，
我甲你后兄一定会甲你斗相共的，知影无？嫂，嘿，嘿，我一生中上亲爱的两位女性，恁好。阿兄，你食饱未？哎呦，你哪安尼花头意面啊？一个嘴安笑甲二西西，那是啥物代志？无啦，我找头路安尼。啊，有影哦！我听啊，教官，人讲有求先比你奇美，我遮搞，阮小妹当然嘛搞，2、3天就成头搞。啊，教官，大夫好无？还袂讲呢，啊，毋过我想应该是比做女中搁较好。有影哦，安尼就比我做37啊搁较好康啊！啊，是啥物头路啊？会艰苦袂啊？袂啦，是做会计啦。做会计，就是讲咩？阮小妹读到高中去，一直咧做女中，对毋对？哪有可能？对。阿姐啊，我咧看较暗，咱来食一个宵夜，食较好料的咧，甲庆祝着，你看。好啊，一讲吼，钱你开，我口袋无钱。好啦。好，对了，恁公司是倒位？你台北也无熟啊，上班要来来去去，你敢有法度？无啦，公司有宿舍通互我住啦。住宿舍？公司伫倒位，哪会着搁住宿舍啦？伫咧桃园。桃园？袂用你啦，哎呀，远你咧，我唔惊，我唔惊。哎呀，这阵大人我着住，桃园哪会算远啦？还无共款啊！你去桃园上班，雅云要安怎？公司答应我，会请一个人替我顾囡仔。哪有遐好讲的代志？是讲，雅云遐细汉咧，请一个无熟无识的人来甲顾，唔知嫌啊好，你敢真正会安心？迄嘛是无办法的代志啊。哪有迄个无办法咧？你著甲囥咧厝诶，我甲阿姊会甲照顾啊，哪有迄个无办法咧？恁敢唔免去上班？阿兄，你足奇怪呢。我感觉你讲的都毋是你。阿兄，之前我找无头路，硬要搬出去，你袂放心我会当了解。啊，毋过今我找到头路啊，而且佫是一个真好的机会，你为虾米佫要反对啦？阿兄，我就唔甘你离开我，安尼会用哩袂？较早我放你一个家己伫咧台南，我是想讲你嫁一个好野人翁，日子一定会过了真好。要来知影？但是嘛明了恁母仔囝，就无家可归，无依无我，我这个做大兄，搁较安那无才调，我嘛袂用咧放恁去四界咧流浪啊！阿兄，我毋是去流浪，我是去食头路呢。要食头路会用哩，你就淡富囡仔找着好啊！无搁转去做女中嘛，我嘛无要紧嘛，我嘛袂反对。毋过我怎无爱学家己过生活，袂当一直用我靠你啊！你是当时啊捌我靠我嫁，阿爸要嫁身的时阵，伊就甲我交代，叫我这个大兄就要好好甲你照顾，我敢有做到到？我心肝里都真艰苦啊！我即摆想讲要来好啊弥补，袂好啊照顾恁母仔囝，你煞要搬离开，无你是惊我这个大兄饲你袂起哦啦！哎呀，莫搁讲啊！我甲你讲，除非你真正看我这个做大兄无目的，要若无，我不准你离开这。哎呀，哎呀！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通白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一话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你若无爱，我家己招。唔诶，哈，昨昏人甲恁食啥薰啦？无规无矩，你。阿雄啊，莫阁为难春潮啊，好无？我哪为难伊啦？啊，人有人的想法啦，你袂安尼一直反对，遮尔固执。什么连你也讲我固执无？哪有啦？你就唔知我即摆了我心伫倒位咧？伊也毋是迄小妹啊啦，哈！哎，你讲是啥物话哈？你家己平常心想看卖啦。我啥物时阵甲春潮当作是外人啊？我事项项替伊设想呢。啊，领导是你啦，讲是做人后兄，
啊，毋过，家己还顾家己的自尊，惊互别人看袂起。我问你咧，你敢有替村长伊母仔受过？我嘛毋甘伊走啊。啊，毋过咱家己四两母仔爱猪啦。你是一个三七仔，我是一个酒家母，咱会当互伊母仔囝啥物啦？这是一个真现实的问题嘛。不管你欢喜嘛好，无欢喜嘛好，现实就是安尼嘛。咱村长他遐真济，会当去大公司做会计，咱肯定互伊才对哦。总袂因为咱家己的自尊，硬要甲伊别个身躯比对无？安怎？我讲了有理吼？安尼讲100年头哦，我嘛毋知要安怎应你。我敢若知影一项代志，就是我欠村长有够多的罪啊！我本来按算讲用我的后半世人来还伊，但即嘛连你都讲我是为着自尊心才无爱互走的。安尼要走做伊走啊，我绝对袂甲挡。安尼讲白呢哦，伊若要走哦，我袂记甲杀。麻烦你去甲领药啊，先早甲注射。师姐，阿娇啊，是嘞，我可能无法度佮你做伙做工课啊。你即摆咧讲啥？我是要辞职。阿妹是要死头路啦。是啊，伊要辞职。是啊，伊知影家己做了毋对，感觉真失礼。伊是啥物所在做了毋对？你若这个代志真失礼，我会负责。我要搬出去，我是我要甲你做兄妹啦。你我拢是我阿兄。立心，阿母要甲你回信的，因为从今以后，阿母无法度替你庆祝你的生日，因为你得要有一个新的阿母。后爸啊，我求恁啊，恁莫阁变害啊，好无？我知影恁是咧为我设想，也毋过我做袂到，我做袂到啦。爸啊，后爸，是咯，阿母啊，我早就已经决定啊，就算讲阿海啊甲阿伟离婚，我嘛袂嫁予阿海啊。我惊阿妹真正会甲我离婚。我嘛惊伊真正已经找到别个查某人，我更加惊伊亲嘴甲我讲这个代志。台南到台北300几公里，我惊我行这条路，最后得到的是一个离婚的答案。300几公里是无算远，一句离言才是真正的远。错乱的形影，失去了魂体，无聊的用仔话，当作是笑亏。冷冷的一首歌，愈唱愈怨气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阁解释。上坦白，若是无人要爱的，水倒一个算一个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阁解释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坦白，规世无。